首先好多謝各位評委、各位嘉賓出席今次嗰個資本雜誌頒俾呢個獎俾我哋。咁就珠江鋼管呢，其實喺2010年上市之後呢，今年已經係第4年攞到呢個傑出中國高端裝備製造商嘅榮譽。大家嘅認可係我哋未來嘅發展動力。珠江鋼管係中國最大嘅大直縫焊管製造商及生產商。以番禺為總部，發展珠海、連雲港、沙特多個生產基地同辦事處。我哋配合咗我哋嘅自營碼頭同設備，合共年產能達到338萬噸。集團一直憑住極高技術嘅優勢、高端嘅品質，產品暢銷咗中國、中東、歐美、東南亞、非洲等60多個國家同地區。我哋係國內唯一擁有深海油氣輸送管核心技術嘅企業，成功交付1500米水深嘅深海焊管。現時遠視工作站亦都正喺度研發緊3500米水深嘅深海焊管。集團嘅沙特基地發展非常順利，亦都成功試產，已經攞到 API ISO 9001嘅國際認證。喺今年，我哋亦都同沙特最大嘅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建立咗非常友好嘅關係。根據沙特阿美嘅資料，預期未來10年，沙特對鋼管嘅需求達到310萬噸，而平均每年會用於油服行業嘅資本開支大概係330億美金，而相關嘅鋼管呢，大概係佔9%。我哋睇到沙特市場潛力巨大。公司嘅生產線喺沙特亦都準備開動，將會為公司帶嚟實際嘅收益。而集團嘅珠海基地，我哋擁有自營碼頭，鄰近客戶，便利運輸嘅地域優勢。喺連雲港嘅基地，我哋亦都擁有港口業務嘅合營公司。呢啲策略性嘅部署，對我哋嘅出口業務增長非常極有利嘅貢獻。集團喺同時間亦都準確把握咗資產增值嘅機會。以鋼管製造作為轉業，發展多元化嘅業務，提升收入來源。正喺番禺開發緊嘅金龍城財富廣場，係一個大型商業綜合體嘅項目，將為鋼管業務嘅未來發展提供咗有力嘅資產同埋資金支持嘅保障。多年嚟，集團不斷創新、轉型升級，一直積極主動。我哋既發展自身嘅業務，亦都同各友好合作方建立友好嘅關係。我哋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海洋工程裝備製造，為南海油氣開發同埋國家重點工程項目嘅一帶一路作出相當多嘅貢獻。未來我哋集團亦都會以鋼管製造為主業，配合其他業務嘅發展，相輔相成，朝住大型綜合體及嘅企業宏大目標進發。非常多謝各位。